开始跟你讲说，呀，缩短的抓力起来全部的吧，跟着熊总。前几天你们在法王奖金之后有做一些讨论，那结果怎么样呢？就是是吧？就是啊。就是课后的复习。肯定有的，确实你晓得肯定有的。这么是没？啊？要求是吧？好的，马上3下时间的吞。吞得上。吞得上，是吧？别这些。呀，他这样的活动。第一个问题是，尊贵的法王你好，愚昧弟子想请示一件事：透过网络听经或灌顶，是否可以得到奖金的传承及灌顶？恳请法王慈悲开示。王的好的。到王常年躺在前头拍些用嘛嘞。那以灌顶来讲呢，如果是严格而言是不行的。就我是的，不给可说的。那边总理啊，有钱，那边不给地的庙主呢，讲的嘛都拍起考的。就是他要在上师的面前。上师必须要，在心中要把他们列入说，这就是我的弟子里面，要具备这2种条件，他才可以得到灌顶。但一年里，一定的当中里数年的通，扎的特，确实没不起，或者吃上是年纪，上路上当不一年里，全部爬上的小个了。那透过网络呢，你可以看到影像，而且你听到声音，那你完全的，就是完整的。如果有接到这个法的话，有这样来去听经的话，其实你可以在内心上留下一个很好的习气。啊。对，你把这个想求生今年，我讲大悲心康的节我讲要求不有的，想求生公会用的大悲心康的节我讲这个的。这个要的别是。这是第几遍呢？就什么老家人给个月的呗。是今儿不去台湾这个，没那么些多啊。在那里啊，台北省都接下去，台湾这里接下去，没那么热，台湾这里接不少是送下来。台湾这都接呢，怪不得人你大白这些行李也被东欧人买不起，这他说第一路用些带给什么的，台北省都接呢讲是，在我修查过更能让的，他管没被组织机做马代为新都县的，现在他就有让个上班的或者牺牲些他，知道是确代表管的，这样个让他们他完了，个那个就是啥子，给新个呗，咱们主要没，让住了，咱们主要住没，让住我了，从那先说啊，第一型的教育什么能教？第二型的型的电呢，考虑到的时候呢，先边加切子用还是重大的。台北型的电呢，这个商界的外面的技术什么等这个到当把年样说了，等这用个要的，但这当把的年呢，各种的做了木头呢，马达个型那么的电呢，你先边加起不中这个小是这样的。接下来问的问题是。请教发菩提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否稳当之法？有否和菩提道相违？那对此呢，宗喀巴大师他在一个祈求往生极乐世界的发愿文里面有提到，说我们必须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往生极乐世界的目的不是说到极乐世界他没有痛苦，我们就在那里享乐，不是，就是到极乐世界之后呢，是为了之后，然后我们有成就之后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度化更多的众生。那这个是我们就是投生往极乐世界的目的。这种条件性的外面冲的界限，让对以及上当单位的。外面个那个叫孤独送到好的，可是呢，呀好，
고맙습니다. 那个，就是说，如果你投身到极乐世界，那可能你是为了自己而投身到那里去的话，那就是以自利作意为主，投身到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可能会就是很。就是，就说啊，你暂时就是为了自利啊，你就暂时不要到极乐世界。可能就是说，你到极乐世界，你先不用来这里啊。这是这样啊。그래서 당연 허부 당연 사실과, 그래서 허부 당연 소리지. 밤에心里啊, 정주선바로 做정주선바로 봐. 다 정주선 명예지기. 다 밤에心里啊, 그 개방도 담아있나? 내가 지금 밤에 다 신기 뒤에 직다 마음만 더 줘야 소리. 그냥 내가 구대야 소리. 고소해. 就是所谓的净土，就是说，如同说我们要好比要去一个地方，要去享受一个地方的话呢，我们有个充分的准备。但是说净乐的那个净土也是如此的，说我们真正的还没有达到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欲望，想要到这个净土。其实到了这个净土以后的呢，我们现在所感想的这两种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呀，啊？人给找我新年点出来送。看哪个看？人给找我新年点出来送。新年他给新年就吃的点我就马年讲了，人叔叔给农具搓农路了呢，三对手他的几个月的是。给新年点呢，然后给新年吃了买没呢，然后叔叔给农具搓农了呢，人家就送了呢，两年他的拿那个。좀 되더 랑게 뒤송도 와. 소소 타변 더 나리야. 나니 냥엔 내 오도 디니 켜지 땜바시 송도 와. 좀 되더 랑게 다 가서 우리 그게 개롱기 긴든지 코르졸이야. 나 냥게 됐으면 와라. 소소 타바디 그냥 땜바인다 송도 와. 다디 천에 다 별로 가서 별로 차샤나. 本来我们查询的，准备的现在要嘛的，老年中逐渐接了，接不起来。这里呢，准备的可能个干，根据不的价的，那可能个差不能行了，但怎么能行得多？大概能行个鲁肃菩萨。道之根本清净善知识轨理，在还没有找到上师前，如何修学依止轨理？这个法类。认定上师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修学依止法呢？如果上师不在身边，又该如何做好依止法？其实世尊在他涅槃之前，有说这个在别解脱戒经里面提到说，这个就是你的老师，也就是我们在中文讲的以戒为师。所以当初世尊是对这么多的比丘众这么说，以戒为师。那同样的呢，是以这个以我而言呢，虽然世尊到现在已经有2600年的历史，然后虽然我们也没有直接见到世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世尊所讲的这些甘修我、登修，还有一些龙树菩萨的这些著作，那这些就是我们的上师。这样可是样的，没得老一嘛，专门的录取是下一个，明白？给人送入了其实。那之前我们有讲过一个公案，就是总敦巴上师他对他的弟子讲说，其实呢，你的上师呢，就是要把经典看成为你的上师。呀。我是农村弄的，就这个呢，青年看的下个月呢，城里边写出了那个啥，哪有中心山呢？就说给就这当，咱们的就说是基本马的是老公都是。可以。就这给。가르치고 말했어. 나 요 중천 나오고 뒤쪽에 땅 쪽에 기대 카운티 나오고 뒤쪽에 지방 말이 나오고 그랬어. 수. 근데 체리바기. 체리바기. 언제로? 농촌도 너무 되잖아. 농촌도라 뒤쪽에 체년 간다 시작이래. 근데 간다 시작이래. 나 생각으로 딱 체리바 쪽에 난 나요 중천 땅 내가 선장이 뒤쪽에 뒤쪽에 지방 말이 또 시주도 있어. 나 쪽에 농촌도라 시작이 네. 자, 동네 송세야 돼. 가르침. 개발 동네 송. 개발 동네 송세. 저기 간다 지지요.
튜 조단들라 가서 시라마면 되다 전에 도대비 연체 롱지부 면체가 되다 배지지벌이 다전에 엄마 tenjuwa 그德랑 직전에 만났음도가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佛法中对于时间这个概念的定义为何？以科学界来说，火星上的时间与地球的时间就不一样。那我们该如何看待佛经上所说的三大阿僧祇劫等等的时间呢？那以这个时间的观念而言，佛家有三个看法，一个是有部的看法，一个是经部到瑜伽行秩序派的看法，然后第三个看法就是中观阴沉派的看法。当然，不然도대비 연체기 투유스럽잖아요. 지난 내면도 시작을 해. 수의 말이 시바의 말이 그 투유사디 투 진짜 그 도도지 시야요 말이 그 뭐부지를 때네 엔 투지고래.当然的자물리를 때에 투 자물리 딜을 때에 투 다 그냥 나와를 때에 투 니머를 때에 투 연구로 주소수 연구로 那以经部的说法来讲，时间把它安立为是一种心不相应刑法，它既非色又非心，它必须要安立在一个事物上。那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说地球呢有地球的时间，然后火星上或是月球上有月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实际上투유사하고大约인사로 봐. 那时间 도대비는 지난번에 다이 배지 누구야 말해. 투순 자수도 시도와. 다안데 도대비 연적이 실은 다다와 이미 켜입니다. 다다와 이미 켰어. 그래서 내가도 마음 버서지도 다유랬어. 저 투유 다유 시작. 데미두지. 那以经部派来讲，他认为时间它是假有。那毗婆沙宗认为时间它不是假有，他认为三世是实有。那经部派认为只要是存在的话，一定是现在式。然后他认为只要这个时间呢是假有的。天主에 투수 뭐 버려 그래. 那阴沉派来讲，认为三世是事物。야, 딱 그래. 로리게 나샤 로비지 비게 나샤 토나니 먼저 센 뒤주고라 가. 로리 로기 나샤기 토나 먼저 센 뒤주 그다 너주기는 생각을 비게 다셈 로스저야게 센 뒤야게 로스저야 등이나 쳐봐요나 지지의 생활을 것이야 돼. 지지 생각을 비게 다 토나 밀라지치야다 세르부즈 안 더봐도 또봐도 또매기 야치야 야 말이. 참아도 세민 록시 야치야 야 말이.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以心理学的方式向世人推展佛法调伏相续的殊胜功德，得到法的饶益。以科学家来讲，他也没办法分辨分别心跟无分别心，还有量跟非量。또 세르부님들이야 내 디셔야 당 로지진에 내디 다 또고 또미기 야와디 레베톤에 차버치 두고 예매지 딱 오래스 영화에 돈에 또고 또미 캐요 현세에 다가는 시 사마도 록시사디리 르톤에 세브샤리 이내다 레베제 뉴런 톤에 즉 시트야 예매디 님십 치고 그 시셔야 안다 고도 말해 那我跟科学家建议说，你们应该从大脑的细胞这边来去看看分别心跟无分别心是不是有可不可以从细胞上去分辨。那其实我们从体验上是可以知道说分别心跟无分别心的差异，还有所谓的量式跟颠倒式的差异，可以从体验上去知道。但是是不是可以从这些物质，就是细胞或是头脑的神经来去分辨这样的一个心事是分别心或是无分别心？ 안다 가슴에 넣이 마 로스야 돼 할람다 레베 니버를 지르기도 와 就是我前几天有讲说，他们认为所谓的心事是头脑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部分。자다 자상가 셈기 남샤디 레베 유월 때니 이 셈기 남샤샤데 야나 동기
남주를 때네 아니 로이 릭 만다면데 샤대야지 아는 게 아는 것이 아메리카다 가사 폴 액맨 사지 시작해버려 공기 동그 남주부터네 로 만다지 그래나 뭐주 주주 공시기 뭐주 주주 가다 주다 같이 시기 공기 동그 남주부터네 다 디디 르뷰 남주부 때네 로이다 남샤지 시기고로 그 가오샤래 저 가서가 러는지 로세디 도구 쉬지 줘야 되겠지 레벨 요새도 대라더나 대버려 那有关的心的这方面的这个道理呢，基本上我们可以透过大脑的细胞的改变，或是我们脸部的表情，那知道说有一点点改变。那我认识一个美国人，那他叫 Paul Ekman， 他从脸部的他对脸部的这种表情就是他研究脸部的表情是一个这方面的专家，他从脸部的表情可以判断出。 这个人呢，他有不同的50-60种这个不同的心事，所以基本上基本上要从我们的身体的，比如说这些物质，明白同的了这些马达，米基同个农村咱们这团的老人们在开发啥都是，老人们在这个主要还是写，就是从一个人的，这个是那聊嘛的。 就是在我们的经典里面没有提到说，从一个人的表情当中可以知道他有50-60种心呢、啊。那这个是这位我的朋友他知道的，他研究出来的一个成果。所以说要靠我们的这些物质上呢来去解释这个心呢，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前几天也提到说，心的这种它的转变是非常的迅速，然后。 脑细胞或者说大脑的转变，这些神经的变化是没有那么快，所以说很难说所有这个从这个脑细胞的这个或是大脑的这个转变呢，然后来去推测这个心。本来的成就是第些多啊，就生休息的脚，当然的本来第些面的去，那边那这里啊，第家的，苦脚家呀，就这the movement， 苦脚家是用呀的，让那边那这里啊这个的，的motor是多motor是那苦脚家是吧？这个是啥叫的？但的人机落修差不结尾可多了呀，俺的苦脚家个来着叫了吧？的苦脚这个都是，但的怎么样他玩的下？人机是啥呢？这怕这个钱多了，这个落是那个多。 现在东西三对个老师说呢，这个对呀，这个强的、轻人多了，这个里高了。所以，真正印度来外岸的呢，这 movement 样式的 ，action 样式的 ，action 样式的呢，来外的苦就是对不对呢？这要啥都，啥不啥的啥。当然，的确的，我这里不是用的写句上，这里不是这是个，我做东西修去，三代修去要不要可多了呀？就告诉我们，东岸草样式来着叫了吧？第人机现在东岸300克多的草样式的几不用的是多。对对，你看前头不是来啊？但是呢，来把都古过啥的是？来把科学家呀给建的三路几个建的科学结果了吧？但三路的让个东岸300三路的人你别的嘛？ 热拉的了不？特晒的了去，什么准备落脚的是？人家落是啥呢？想了怕这个东西山头这个落是来是啥呢？人都要的是，生疏的这个的是。加上个落那个了，没着挑什么啥多啊？让个东西给什么控制去用的也凶掉。现在东西上呢？ 怕是东岸的团队个落来的啥呢？人都不离过了，人家旅行的来这讲来的，那几讲那个时候，来是过不不大，是什么？有来那个来开发修着了的，第一批个苏格兰科学家是在几个查的，这些，但俺呢，参与是这些，推动个写个，俺做秘书当样的，搞不下去呢，秘书等个的。哪次休息大会呢？没去登个了，
직디 셈 가자니 미스당 버다 직디 쫓아니 미스당 거로 셈게 내고라 직디 쉬우지 가부채 직디 쉬우지 동행량니 차바 쉬죠로 이네 리뷰 레스폰스 리뷰야 돼 가서래 넘주 터인도 전에 미니 미스나 찍어서 시험도 맨날 누가 자 미디 장고 이메이나 가부채니 미스든지 미야바네 터 동해용도 미스든지 미야바네 타메네 미기 야치토로 시어서 자 드레 인도 두든디 레베 교얼 시 레베 주주기 때문에 로이 남샤 판드시가 시작하고 그래 로이 루단디 시우직 차래 레벨루단디 텔럽되는 라고래 다 드리께서 신의 가정에 넣이 봐 세르고 주나는 신의 다 로세지 레벨 파 교동행지기 시바세지 다 누신 신의 다 등산 다나사버시도 캐바하시다 세르고 만에 캐바된데 다 디고라 아메리카 위스콘신 유니버시티야 믹스에 땅 가서 70세 내가 좀 고수야 그래서 데비드 데빈슨 사 시작해버려 레벨 콜 시작해버려 깨달아요래 공급이 70 딱 가서 우리 프로젝트 써요 위스콘신 유니버시티 这个科学家他说，我们的这个头脑里面呢有一个部位呢，它是我们身体所有这个活动的就是一个基础，就是从它那里有一些反应之后呢，我们身体才会有这个反应的。那同样我们这个他说，我们如果升起这个悲心的时候，悲心越强烈的时候，然后那一个部位它就会有一点那个转变，就会有一种改变的这个现象出来。那这个讲的非常的相似，因为我们升起悲心的时候，就是有很强烈的动力要去利益众生，为了要让众生的痛苦减轻，所以他讲的跟这个悲心的这种他的这样一个动作是蛮相似的。然后科学家他还讲说呢，当我们譬如就是我们很悲哀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呢，也就是我们的心会比较低沉。那同样呢，我们看到他人痛苦的时候，我们会有悲心嘛。那这两者呢，这一个是看到自己的痛苦，遇到很多痛苦，自己的心非常的低沉；一个是看到别人的痛苦，我们同样会有这样一个就是悲心，这两个是相似的。然后它这两者其实它造成的这个反应呢，其实在脑神经来讲呢，其实是一样的。如果这个两个反应是一样的话，就代表说我们的脑神经是非常的迟钝，因为其实真正的事实而言，这两个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如果是为了自己，比如说自己非常的绝望，然后沮丧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没有任何的力量的。但是我们如果升起一个悲心的时候，我们心的力量非常的坚强，是为了要度化众生，为了要帮助众生，所以是非常有勇气的。这两个的心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脑部的反应呢，其实是在同样一个部位。那因为那这两者呢，就是比较不同的地方。我们解释说，其实脑部神经啊这种是比较迟钝的。那同样我们以这个流眼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会很高兴的时候呢，然后非常高兴的时候会流眼泪，然后很痛苦的时候也会流眼泪。那其实他身体的这个反应是一样的，其实他内心的呢，其实他内心是两个不同的状况。如果我们的身体的反应是非常的聪明的话，应该说我很高兴流眼泪的时候是右眼流眼泪，然后很悲伤流眼泪的时候是左眼，就是应该要聪明到这个地步了。那总而言之就是说，要靠我们脑细胞或是脑部神经的改变来去了解心的这个种种的心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心的心的种种的转变是非常的细微，而脑神经这些是比较粗的。同样以
所以说现在渐渐就是有一些科学家他觉得好像有一个心，它是可以来控制这个脑神经的，就是这个心是比较独立的个体，不是完全是依赖这个脑神经。所以说现在有一些学者呢，渐渐对这个议题产生兴趣。那最近我也跟那个威斯康森大学呢，那里有一位叫德边森的一个学者，他也是非常的，他是一个专家，也非常的有名。那我们合作就是有一个这个观察，就是这一方面的研究计划。자자가 아다 난 생감 리베 천리 야게 아다다 패지 뒤로 니스기 나로리아 패지다 교산 두그래 단대 야게 두그래 那有关心理科学，我想在21世纪呢会发展的非常的蓬勃。다 디나라 지야가게 너럽다 셈게 남샤 양구 다 낭배圈안에 셈게 남샤 송셔디 이게 시리 판도도 那对于这点呢，印度的古老的宗教，他们所讲到种种新的这些道理，跟佛法里面讲的新的这个道理，对这样的一个研究上会有很大的帮助。 남주 낭주 내 동부숨 수요 동부숨 중 문제지요 낭주의 셰베 천리 직체 되는 낭주의 셰베 떠주 직체 되는 낭주 최체 동부숨 一般我会把佛教呢分为3个类别，一个是属于佛教的科学，一个是佛教的见解，一个是佛教的宗教。쟤네 다 안다 가서 단다디디 저 땡주나리야 단다디디 요래 이내다 그 대선 소수 체면도 봐. 딱 아주 안다다 그것은 내가 고조 차르래. 다 대선 소수 체. 천리 사직체 천리 군주 사직. 천리 군주 사직 나로리야 뭐 공원의 송셰베 샘그 남샤 디디에 예체. 류처르고 남샤 디디에 예체. 모두가 shum네 셰베 디디에 예체. 당사 천리고团 셰베 디디에 예체제. 샘감 리베 천리 군주 망감 리베 천리 군주 사직. 근데 떠주래 다가는 시 낭배 떠주 모두가 떠주 any western philosophy greek philosophy any 들어 니시베 나리아 and the Bertrand Russell 사저래 the philosophy or 디스트레체니 당상 신 점링 더 신누 니가로게 philosophy 캐체디디 여더시 philosophy 근두 떠주 근두 사지 이제 가니지 아주 고수요 내가 수요 수고디 아주 차소나 인심지 개인을 교투나 판도요 인신을 교구리 개인을 인심이 교구 所以说这个佛教呢，我把它切为这3个，第一个是我们讲到第一个是科学，佛教科学；第二个佛教的见解可以分为佛教的哲学；第3个是佛教的宗教。那这些这些的道理其实都已经在就是丹居尔里面已经有讲到了这些道理，但是他没有很清楚的把它分类出来。那最近我有做一个这样一个计划，就是正在进行当中，要把这些分类出来。分类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比如说就是那个以科学来讲呢，佛教的科学来讲，里面就把佛教里面他讲到的，比如说阿毗达摩集论或是阿毗达摩俱舍论的内容里面有提到，比如说围城的道理，或者是我们有关心理学，就是佛教心理方面的这些道理，还有外道所提到的，甚至当今科学家所提到的这些有关围城为例的这些道理呢，都把它就是设计成册。那这是在做这样一本，然后另外呢想要再出一本书，就是有关哲学方面。那这里面包含了佛教的哲学、外道的、西方的、希腊的哲学，还有个叫Bertrand Russell 这样一个学者的哲学。我想把它集成，就是编辑成两册这样。那这个编辑完之后呢，一定会翻成英文，也希望可以翻成中文，会有很大的帮助。다 그래 조직 되게
程序是不是对吧？弟子们在受了菩萨戒之后，回去就会面对许多的境界，可是我们行持的经验都不足，这样似乎会违犯许多戒。请问我们该如何面对，如何学戒呢？那这样的，当然老穷啊，这种职业你这系统先的，但是这种职业，你看都是往上他们呢，大队前面全党没得行，下届明年特行帮我的，工作过超，全国我们超，参面我的老的长上上，马上多年的早上的，说到帮的年龄手中嘛，初送高龄，青年强生动，实际上是这样的，技术出来了。样样人家啥要嘛的就是这的，做说是上当着啥的，对了不起哪了做绿的那个，这把东面这把的修车要开车要的，全球身边东把的俺就东边呢，你就做一个上的做车。那受了这个戒之后呢，譬如说根本罪有18条，然后46条恶作戒。那这样一一的这样来去看的话，其实呢，这么多根本戒来讲呢，其实在一般的社会当中呢，我们应该比较少会犯到这种戒。最主要是自己内心的这个他的态度、他的想法，就是因为态度的不同，所以才可能会犯戒。一般来讲是不会犯到的戒。那以别解脱戒来讲呢，是主要是要防护我们的身语。那像菩萨戒跟密乘戒呢，主要是在防护我们的心，所以他要戒的对象是心。아들에게 말로야 돔들이 저도 저게 돔디. 뒤에 또 삼동조라래. 삼동조 전에 들어나 지금 가서 모든 소설이 나로리야. 소소 삼다나 이게 송토는 경영 말이야. 那我刚刚法王有念的这样的一个偈颂，就是18条那个菩萨根本罪的这个偈颂。那其实这样念诵之后，你熟不熟，完全是你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对他的一个想法、态度而已。所以在当今的这个时代里呢，只要你可以把握你的想法的话，其实基本上是不会犯到的。다가랑라 레치 다가랑 메냐치 송페이나 근데 밀라데 로수 야 테서를 송 알아 저 들어다 네 그게有老人对吧？为何今生所做之业，下一世才会感果？若佛法是为教化众生，为何？今世的业为什么不今世的业就今世感果？如此岂不是更有警示教育的作用？岁数多的？这是谁问的？马达，那么这个是吧？那么岁数多的？这个是。趁地啥下来来的，才起码的每个人噻，趁地里也明白这个月呢，倒是判把10多万的，是吧？像趁地啥下来的，最起码的每个人是岁数多。这是哪一位师长或是哪一位上师跟你讲的？说今生造的业，下次才会感，然后今生造的业，如果今世感的话更好。这是哪一位上师跟你讲的，或是哪一位那个法师跟你说的？我们只是同样嘛，没得相应的。那这个人呢，其实他没有看过《俱舍论》。我们这呢，对多啊。可是人不能来个啥个意思的话，人不能得来个啥个意思。在搞的时候呢，才到了啥下来，前面得了明个意思。那其实，在《俱舍论》有讲说，这个南瞻部洲呢，它是业所得。那业所得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在上半世的时候，他造业，上半辈子造业，下半辈子就感果。趁得了啥来来，才起码的没样要的。才起码，他蒙古那边接了，干巴边这边的调查、问查，啥样蒙古那边接了没样用要的，趁地讲的也没用要的。就是说，今世造的业，下辈子也可以感得，也不一定说下辈子一定感得，也可能说，
期间呢已经过了几劫、几百世或者几千世更久。那同样也有可能上半辈子造的业，下半辈子就感得。但是现在发现呢，俺说来的时候那边多么容易去上当过嘛的，小概鸟是家个钱，采集牛，是吧？哎呢，宁古卡拉车地切，广大卡拉三位呢，小概啥些来，广大民俗广州。那其实我们讲业果呢，不用把它想得太深奥。其实业果就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去买菜，然后中午做菜，然后晚上我们不是会吃到菜呢？其实这大家来的大的。那这个就是因果了。这样，来啥的karma是吧？karma是呢 action 是吧？巧啊。所以所谓的业，我们梵文称为 karma， 然后就是动作的意思 ，action 就是动作的意思，或是行为。其实觉得这个是的，气军这要的，哪个军这要的？一般这个因果来讲，有内在的因果跟外在的因果。哪个军这里啊？绿大概呀，军这等这有很多，呀，地图超越的军这几多啊？然后以内在的因果来讲，有生理上的因果，跟快乐跟痛苦的感受上的因果。当超地图是那边的，超过了，对吧？写不起了吧？在这里印度写不起的觉得了，写不定人找领导。到底呢？来是现在地方里边的。那有关于感受快乐痛苦这个感受的因果呢？其实快乐跟痛苦呢，是谁来去感觉的呢？是要一个心事才能感觉，然后心事必须要一个因，对不对？所以说心事的因一定要在一个心事上才能够建立，所以就有这个我们这个就讲到这个心事的道理，那有业的这个道理。呀，大概多，大概来说，中国话。这个咱这个，这不是人什么着？咱中国话就是这。那有请法王这个传授，十轮，传授十轮金刚。中国话是对上的美国去还是华盛顿了？我明年打算在美国的华盛顿传授十轮金刚法会。今年这个钱呢，我看来的，你懂主机，到唐不尼不多，多少钱这个小签名什么参数？多少钱了？你都中年嘛对不对？反正。现在你都中年了。那有可能在2012年的1月或是2月的时候，会在金刚座那里传授十轮金刚，但是还没有确定。这样说华盛顿这样人派去到现在这样压没着。你们去美国华盛顿还不如来金刚座这个地方，菩提迦耶。台湾的中国话就写吧，按了马英九嘎住过的。要在台湾传这个十轮金刚，要先得到马英九的。在台湾里啊，对，按照日本里啊，这边可多了，台湾军呢，那么多的东德国首先，敌人呢下家的高声说的先，这呢日本主要来了手机，就那么多这个破坏的这么多的。基本上我
常去日本。那我去日本的时候，其实坐飞机的话，应该可以先从德里到高雄，从高雄在日本，但是就是，第一个就人要嘛的。但是这个还是没有得到那个准许，就对了。呀，大家都，大家一起没着，大家一起没着。呀，在这里，感谢你们喜气还出没的，强子胡大把的年松，我想搞不清。那我们经过4天的讲经说法，你们大家都非常的认真，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但俺老师傅弟弟，差几腿呢，到不家永远要嘛的。那我所讲授的，你不是说听了一遍你就可以升起正量？但样老，样俺的俺学习就在阐述当，俺这种地套里所属百姓的倒是老，现在俺的控制单的，俺的老几年老啊老久，的那了，俺单就完住的。那我所教授的呢，你们要常常去阅读，常常1年级里面的道理，甚至还要再多阅读一些经典，然后常常的这样来去反复的熏习。透过1年、2年，甚至10年之后呢，你们内心就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变了。不然我想想呢，老中些老，还是短年呢老中国出的，那但有2年到前个3、6块的老居住之内到3、6块是老卷啊是吧呢？那有个人而言呢，我从7、8岁开始学习经教，但是真的想修行的心呢，是在15岁的时候才升起的。现在这3呢，你搞来都是等脚着这个的吧，来老马的。所以这个要透过长时间的训习、反复的这个思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开始不去看的时候呢，南上用过的上面绕解决嘛的。那最重要就是说，我们不要想在短时间，然后想得到很高的这个成效，绝对不能有这种奢望的心。这当就这个种商业为凶那了，长命数据超啥是个多啊？改进长命数是多啊？这上不到我的。俺说俺个兄弟的这个的那个哪呢？路数超什么商业个生活的控制当个宣传那些人嘛都一起下要么的。那基本上我们应该保持在经典里面显教里面所提到的3大阿僧祇劫，要有这样的想法，要有这种耐心。那在密教里面有说，我们在3年1个月半就可以成佛。其实这种就像共产党的宣传一样。上路人工上当过的嘛，都来老上当叫嘛。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耐心，要有毅力，有远见，不能想说马上我就可以得到成就。第三呢，你什么时候用过的吧？钱上面什么时候去？如果南上去用过的上面什么时候这个？南上用过的上面摆出钱，你没用的摆出啥用？民都是什么时候下这个的吧？那就是要一个比较长期的这个毅力。如果想说马上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正量的话，你可能会刚开始很用功，后来你没有得到的时候，马上就完全放弃。你这么去可是松下的，他们典型他把忙都在了，跑到雄路他们就当不了下了，他们人生个都娘手浪塞，在地上当过来。那如同宗大师的传记里面，正道歌里面有提到说，以他的个人而言，头先我们要广学多闻，然后学完之后要把所学的完全都献为教授，那最后要日以继夜的来去修行。呀，当然，忙不了是托个人，那老对不起对。我们之后还会再见面，所以你们安心。特来那些人，像头的早些端起来，是不搞不清。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这次有听到你们念诵这个
中论，我非常的高兴。俺们的新加坡里啊，派去出去人啊，日住这里没有，俺马来西亚的钱，新加坡来不来？对新加坡店面他进拿了呀，那个可能开始都附近的话呢，用不赢啥，真就啊，你싫어你不等不来，大概拿了싫어你不等不tan구 뒤도 코스.俺讲집에 가도 하나 먹고 나래요. 근데 상관하지 않으면 싫어 못 되는 게임도. 제디 드디어 왕의 싱가포르야. 근데 싫어 못 때문에 가도 나 사무 싶어 가서. 당아무 자나 멤버를 챔버 룸거데 나로야. 싫어 못 때문에 그저 열에 사버지. 다 요말에서 말씀도 줬어도. 근데 이거台湾 레벨이 걔도 싫어 못 돼야 지금 넘어도 때는데 울고 싶을 정도야. 배 가죠. 난 당연하게 자시로 때문에 배 가죠. 然后就如同我刚刚所讲，就是我之前第一次是在哪里听到中文唱诵心经呢？是在新加坡。那时候我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是在1965年、66年，这个时刻是在一个寺院里面。那时候有几位僧人从福建，然后是以难民的身份到新加坡，然后我听他们念诵这个心经。那我之前虽然去过了内地，但是我去过很多寺院都没有听到他们念诵心经啊。那所以听他们念这个心经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内心就是蛮感伤的。我就想说，以前呢有多么多人在唱诵这个心经，那现在却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是有一种悲伤的感觉。那这时候到台湾呢，也是有听到这个很多僧众的唱诵。老就是。喂，听得到吗？之后到台湾的时候呢，也看到很多的人，他们唱诵心经，而且非常的认真，我也非常高兴。那今天早上又听到你们唱诵中论呢，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哎呀，这样子，那几屋里有的早修早是了，那几屋的呢，早修的孙个些怕下水呢，可是。就是你们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你们就拿中论出来念一念，看一看，然后